它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书本里面呢，就是这些故事都是只是提到一点点而已。但是细节的部分呢，就是看每一个，就像比如说梅勒里巴尊者的故事，是看梅勒里巴的传记里面都有。他到那个荣登那个上师前求法，荣登那个上师说：“我只殊胜大圆满法。”那梅勒里巴尊者就说他是一个造业最重的一个人，所以我要来跟你求法，要得到一个解脱的法。那荣登那个上师是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位。上师，然后他就说他的大圆满法根为什么？身起胜，身起胜，然后顶为正得胜，果为获得胜。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这个大圆满法呢，就是他的这个记道过三种过程都是最为殊胜的一个这样的法嘛。那这个里面来说到，就是所谓的这个三个的解释来说到，那就是大圆满法的解释。它的大圆满法的从基础到怎么说呢？那个过的过程当中，几道过都是非常殊胜圆满的，比其他的任何的法门来的更殊胜的这样的意思。相当就是一切法当中的最胜的，就像人中的国王一般的，就没有其他的任何能够可以再比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昼修昼成佛，夜修夜成佛，具有数缘指，不须修持，即听闻就能解脱，乃是激励，乃是其上根举法缘之听修止法，因此赐予你此法。那荣登拉嘎上师说，我有这么殊胜的法，大圆满法。那么昼修昼成佛，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就能成佛。有缘的人不修也是能可以成佛，有些人只是听到这个法就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我就给你传这个法于是赐予他灌顶和窍诀。梅勒里巴尊者心想，那就是法也得到了，上师也见到了，而且法就是那么殊胜，这么容易的就马上得到了法，然后也得到了灌顶，也得到了窍诀。然后那个时候呢，梅勒里巴尊者他的心里就想，我最初学咒术时，仅14天就出现了明显现象，学降冰棒术也只用7天就成功了。现在此法比咒术降冰棒术更容易，因昼修昼成佛，夜修夜成佛，具缘指无需修持。我既然已遇到此法，也算是具有殊缘的人。那就这个时候就想的比较开心。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想的比较好，他是比较有缘的人，应该是我是有缘的人，所以我就可能不需要再修持什么。他过去学这些读法跟咒术降冰雹这些的时候，就是花了大概就是也是21天的时间。那么这个大圆满法可能是昼修昼成佛，夜修夜成佛，不修也可以能成佛的情况下，比这些更容易。所以而且是我遇到这些这么容易遇到，我应该是有缘的人，他是这样想，所以他没有修持，整天沉湎于睡眠之中，结果正法与伏特伽罗。那个时候他就是整天睡眠之中，也许可能也是前面呢，就是他就很辛苦，因为就是当地的所有的人追赶他就是他就是逃往到处地方，就是他最后就是好不容易逃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那可能他就是遇到了荣登拉嘎上师的时候，他就觉得也没有人追杀他，那就也已经得到了能可以成佛的法，也就是也不用考虑什么过去他造了那么多的业，都不需要背什么因果，成佛了就不用背什么因果，他就这样想，应该是会这样想的，所以就他睡得也比较好。结果呢
正法与佛陀切罗已经相反了。佛陀切罗是人的意思，人跟正法已经相反了，脱离了，相反就是已经脱离了。法不是不殊胜，但是人没有去修持的情况下，那完完全全就是脱离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呢，每一个人自己的因缘跟这种缘分也是非常重要的。过了几天，上师说，听说你是个大罪人，确实如此。我对此法也有过于夸张，所以现在无法调伏你。在南野卓沃农寺有印度大成就者那罗巴的亲传弟子，甚至大医师马尔巴，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三谛无有伦谛，你与他就有前世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是非常重要。那龙的那个上师就给他传了大圆满法，弥勒里巴尊者在他的跟前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成就等等或者修行的机会，但是呢，就是他跟他的真正的上师的缘是从这里结的，所以就是修行的过程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就遇到了龙的那个上师，是对弥勒里巴尊者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他就是观察到他跟他的上师的因缘跟缘分，所以呢，他就是让他去他的上师那边请法，前去那里。当时仅仅听到马尔巴一时的尊名，他内心升起无语言表的欢喜，全身汗毛熹动，安乐无比，日日盈空，升起无比的诚信与恭敬心。暗自思维，不知何时才能遇到上师，得以见面。于是立即前往南园。那就是有缘的上师跟有缘的弟子的这种怎么说呢？相应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弥勒里巴尊者那个时候他也并不是什么修行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他造业非常重的一个真正的怎么说呢？那个造了很大的业障的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就一听到他的前世有缘的这个上师的法号的时候，那就又受到了这些的感觉，内心当中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心里都是非常欢喜的，而且是非常急的要见到上师，以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怎么说呢，感动感，不可思议的这种喜悦。上师佛父佛母也出现了许多的殊胜的梦境，上师也梦境里面出现了这次会弥勒里巴尊者会来到他的跟前的这种，然后同样，所以就同样的马尔巴尊者的他的佛母也是同样的，就是梦见了一些殊胜的梦境，所以他们都知道弥勒里巴尊者会去他们那里，知道弥勒里巴尊者将要到来，于是马尔巴尊者便装变成耕地农夫的形象，到龙达路边迎接他。弥勒里巴尊者首先遇到了上师之子达玛多德，然后就到了附近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先遇到了那个达玛多德儿子达玛多德，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问过有那个马尔巴尊者何处，然后就达玛多德也知过他路，就是往这里一直走就会到，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上师已经是前来迎接他，他们就碰到，继续向前走，而在路口遇到马尔巴上师在耕地，路口遇到正在耕地的马尔巴上师，刚一见面就产生了不可思议、不可言表的喜悦之情，灭尽了今世所有的分别念，呆怔了片刻，当时他并不认识上师，他讲述了前来拜见马尔巴上师的原因。上师说：“我可以把你介绍给马尔巴，
你来帮我跟这块地。说完，是给他满满一瓶酒走了。然后就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一生当中呢，弥勒里巴尊者能够可以在医治马尔巴尊者，然后从马尔巴尊者跟前能够得到圆满的八根。前面呢，他就是完全圆满，就是能够经过所有的苦行都圆满的经过的这些的所有的缘起都是那个一刹那之中就已经呈现了。怎么呈现呢？因为马尔巴尊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弥勒里巴尊者一看到他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就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念头都已经断了。实际上，所有的正常的念头都是什么？就是贪嗔痴慢疑的一切的念头跟一切的想法，这些都已经断除了。所以就不可思议的，就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感觉状态。比如说你那个时候的一个人说，哇，我就是什么时候是非常的害怕，那害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说哪种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欢喜欢喜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什么时候是非常的舒服到什么程度，非常的开心到什么程度，就这种。但是一个状态，那弥勒里巴尊者见到马尔巴的这个一刹那中的这个他的思想是断除实践的一切念头，同时他的这种感觉呢，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可以表达出来的，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种前兆。第二个呢，就是马尔巴尊者让他跟的这个地，他就完全部圆满的跟完了以后，然后就赐予他的一瓶酒，他也全部喝完了。所以就是象征，也可以说表示他也会跟上师得到一切传承跟口诀，一切圆满的教诀法的这种一切的成就的象征，那一天的就已经圆满了。自本作人着光着我